當大帝詹士喺2003年11月18號第11次為 NBA 披甲上陣時候 ，Jalen Duren 正啱啱喺費城 Sharon Hill 間醫院出世。22年後嘅今日，佢已經憑20.5分同埋11.5個籃板，成為 NBA 東岸最佳中鋒。喺賽爾特人同埋溜馬近兩屆東岸盟主相繼因為主力全季收呢個情況之下，今季出現群雄割據嘅情勢。但邊有人估到，竟然係底特律活塞突破紐約人同埋克利夫蘭騎士嘅壟斷。隊波除咗有 All-Star 根寧咸加持之外，今季演出翻倍嘅中鋒杜能，亦係活塞季初打出13連勝嘅主要關鍵。對上一次球會做出13連勝，已經係1990同埋2004年，咁啱得咁巧，嗰兩屆都攞埋 NBA 冠軍。講翻杜能先，佢6尺10寸嘅身高雖然喺中鋒嚟講唔算高，但由於細個操開美式足球，佢250磅強大嘅體型，無論孭位或者衝搶籃板，唔係個個頂得住佢嘅。競就競賽，除咗防守唔錯之外 ，JD 嘅控盤能力，由於喺大學教練 Penny Hardaway 嘅指導之下，打出超越一般大塊頭嘅水準，可以經常喺葫蘆頂做出 ISO 自己控球入射，大大減輕根寧咸喺搶分嘅壓力。杜能除咗打波叻之外，原來講到明好想涉足時裝界模特兒呢一行。WNBA 上季就有 Angel Reese 為 Victoria's Secret 行過 catwalk，而咁啱舊年佢兩個前後腳喺 TikTok 出 post， 去咗同一個 location， 引嚟拍拖疑雲。之但係去到年底，有人發現佢哋兩個已經係互相取消關注，咁係咪代表未曾深愛已無情呢？想知道更加多 NBA 得意消息、股集最新動態，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讓 B Base HK。